黃奇居。 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位置有上交天科同德啊，外邊走埋上去橙衫就係伶俐標區啊，入邊仲有魅力星啦，追出63陽光寶貝內欄白衫11號嗰隻呢，就係飛躍精英嚟㗎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7位內欄紫色眼罩常常感恩啦，馬冧中間黃衫呢，就東方魅影啊，外邊啊快馬加鞭啊，尾5內欄63東方福寶啊，後邊4隻風林火山，咁啊橙衫尾3內欄全神貫注啊，咁啊尾二位置就讓愛高飛暫時殿後係夢幻進區嚟㗎。 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魅力星就快過呢隻上教喎，放咗出嚟跑嘅。內欄第3位有飛躍精英啊，外邊呢有伶俐標區啦，橙衫大約3、4位嘅，外邊仲有陽光寶貝啊，馬冧中間呢就喺呢隻天火同德啊，等緊入邊位喎，紫色眼罩常常感恩啊，中外檔冚有快馬加鞭，馬冧後邊東方魅影，出邊仲有2隻啊，讓愛高飛同埋夢幻進區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透出咗呢就係伶俐標區，埋邊係魅力星啊，見到外邊追上嚟嘅馬呢，仲有隻讓愛高飛，中間快馬加鞭接近終點啦，外邊冚上嚟，讓愛高飛贏出開羅戰嘅頭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呢，伶俐標區啊，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讓愛高飛縮住喺較後嘅位置，沿住個中外檔，咁啊1攻2破，伶俐標區跑第2，快馬加鞭東方魅影，咁啊相當接近要影相爭第3啊！ 讓愛高飛真係 happy 喎，遇着呢啲地，鄭俊偉馬房梁家俊先拔頭籌，跑第2名大熱門伶俐標區，3、4名好接近，東方魅影同埋中間快馬加鞭要影相啊！好似係隻快馬加鞭就佔先少少，咁當然都要睇影相啦。好啦，149蚊 Q。 賽事5班1600，第2暫時係5喎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約出㗎啦。咁啊前面快㗎嘛，黃金風速咧騎住啊走咗出嚟先㗎啦。後邊嘅馬都好近㗎。第2位皮具大師紫色眼罩上市魅力啊，外邊客家之光走上去啦。內欄大約跟住個第5位仲有豐盛多彩啊，出邊紅衫走上嚟仲有快樂老波啦。大約跟住個第7位粉紅衫就係桃花多啊。內欄灰馬粉紅眼罩美麗多型，中間藍衫大約尾6到啦。咁啊紅帽嘅係富裕君子啊，外邊啊無極勇將啦，後邊4匹馬特風進彩飛馳，紅帽尾子同寶寶，紅眼罩63內欄暫時殿後，係香港精神嚟㗎。開始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，前面呢就客家之光，外邊直情壓入去放啦。黃金風速啊第2位，快樂老窩外邊走上嚟第3啊，皮具大師第4，外邊第5桃花多啊，內欄第6呢，咁啊仲見到個馬匹有豐盛多彩啦，中間第7位紫色眼罩上市魅力啊，外邊呢仲有無極勇將啦，咁啊移咗出嚟中檔，粉紅眼罩白帽美麗多型啊，攞出去外邊藍衫紅帽有富裕君子，大外檔有同寶寶同埋進彩飛馳嗰啲馬，好啦，正着直路啦，客家之光佔先，快樂老窩中檔開始推進啊，外邊桃花多亦都上緊嚟，馬林中間有美麗多型啊，出邊追有無極勇將啊，富裕君子大外檔係同寶寶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桃花多已經將後邊嘅對手拋甩咗最少有2個馬位啊，出邊有一隊富裕君子大外檔上嚟，仲有呢隻同寶寶，最後100桃花多拋離對手，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鴨上鴨落啊！埋邊富裕君子藍衫，出邊14號紅帽係同寶寶，第4名係無極勇將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真係1不離2啦，鄭俊偉先拔頭籌，有讓愛高飛，繼而嚟到開羅戰第2場賽事，桃花多一樣贏啊，第2要贏啊！埋邊係富裕君子，外邊係同寶寶。咁啊，至於第4名嘅嘛，係無極勇將啊！開羅日第2場賽事已經有練馬師取得連捷，係鄭俊偉馬房桃花多潘頓，亦都攞到佢今個馬季第1場頭馬。2、3名就好接近啊，就富裕君子同埋呢就同寶寶要影相，跑第4名就無極勇將。好。隨時起步，
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有呢隻合夥奔馳啊，嘉應高升3幾步已經走咗上去啦。響佢外邊有天天同樂啊，最出嚟人和家興啦，中檔位置仲有美麗第一，大約第5位到呢，而家進佔第3嗰匹啊。第6位嘅馬仲有維港智能啊，後邊嗰一脱啦。咁啊中檔位置黃衫黃帽就金鑽貴人，出邊幸運有你，大約尾4、5到啦。藍衫嘅內欄尾4仲有精算暴雪啊，後邊3匹馬開心寶寶魔術控制，外邊呢就華麗再勝啊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呢就天天同樂放啊，嘉應高升已經咬住第2啊，內欄第3就美麗第1啦，第4位見到一路比緊就係呢隻人和家興啊，中檔第5仲有維港智能等入邊精算暴雪合夥奔馳，大外檔呢仲有黃衫嗰隻就金鑽貴人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天天同樂呢，擠離咗大約半個身位啊，嘉應高升呢，攞正平衡換到腳已經出咗嚟先㗎啦，後邊嘅嘛美麗第1響中間衝來唔多，金鑽貴人反而有啲反應喎，入邊仲有隻開心寶寶啊，最出嗰邊華麗再勝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已經撳姜輕勝特首杯啊，跑第2名嘅嘛係金鑽貴人啊，開心寶寶啊第3，第4名啊近啲嘅華麗再勝外邊追上嚟，似乎係有機會啊，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嘅特首杯嘉應高升今季復出認真厲害啊，咁啊彈埋正腳收姜輕勝對手，累積出道以嚟第14場頭馬，亦都為10月份嘅珠穆朗瑪峰錦標注入更加強嘅強心針啊！馬王亦都係全球最高評分嘅短途賽區嘉應高升，再一次贏到特首杯，亦都完成咗跨季13連捷，跑第2名係金鑽貴人，第3開心寶寶華麗再勝跑第4，非常之咁輕鬆啊！完全可以話睇住嚟食啊！啊，不過都戥金鑽貴人開心喎，都跑得唔錯啦，跑到第2第2翻嚟，係啊！轉彎一度都以為褪咗落去咁啊！10反而有個位置 Q 反而幾好啊！1000直路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約出㗎啦。前面快少少嘅馬，中間凝聚美麗喎。聖萬今日外邊黃帽走咗上去啦。金小子外欄紅衫嗰匹啊，大約跟住佢2、3位㗎啦。第4位好多利高，第5位藍心起行啊。中間黃帽粉紅衫就係呢隻紅海風帆啊。最入仲有枕頭之星後多層嘅馬啦。咁啊先見到閃電升福啦，慣性金穗啦。再後邊有巴閉佬最好玩啊。咁啊大約喺尾3度啦，中檔位置黃衫黃帽就馬珠精英褪咗後邊喎，即係當家精神啊，橙帽嗰匹嚟㗎。好啦，跑咗半嘅路程啦，聖萬金就放咗出嚟㗎啦。金小子響外欄嘅第2位亦都推進緊啦，響入邊有凝聚美麗啦，中間位置就好多利高啦。外欄嗰邊仲有隻慣呢隻呢就係金匯千歲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金小子咁啊沿住個外欄已經係上咗嚟啊，咁啊後邊㗎嘛聖萬金第2位，咁啊見到呢中間位置上緊嚟白衫，仲有隻金匯千歲接近終點，金小子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係金匯千歲啊。咁啊第3名啊聖萬金啦，第4名好多利高啊！咁啊結果今場賽事直路1000米都係靠近外欄嘅馬咧，表現係較為理想啲啊！咁啊咁樣都起碼啦，係咪？咁啊韓國又得，咁啊香港又得，金小子咁啊結果贏馬。韓國又得，香港又得，潘頓3 win 啊！咁啊金小子大二贏馬，跑第2金匯千歲，聖萬金跑第3，好多利高就跑第4。喂，啲飛都好緊要，臨尾仲打到落14蚊，好似3搭12又係啊！臨入閘之後就好似真係贏緊，而家真係贏緊。其實真係好重飛㗎嗰隻3號，又唔擔心佢嘅健康啊嗰啲啊。Q 啊，對熱門 Q 嚟㗎呢隻。黃寄居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閃耀威龍外邊快嘅，咁啊中間仲有旋風傳奇啊，內欄走上去有至尊完美喎，出邊呢，咁啊仲有文明福星啦，最出藍衫仲有加州勇勝啊，中間走咗上嚟大約第5位到啦，仲有呢隻林寶精神啦，咁啊中檔位置仲有3叉戟啦，內欄啡色衫係考眼光啊，再後邊嘅馬啦，咁啊有旋風傳奇出邊呢，大約尾5到呢就星雲笑着啊，咁啊內欄尾4紫色面箍呢就係始終如一啊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先見到有呢隻耀昌盛世啦，活力精神啦。
暫時殿後係領航破浪嚟㗎。轉呢個香港太遠灣啊，放出嚟跑外邊走上去啦，就加州勇勝啊，做好自己就內欄第2位啊。跟住個第3位有文明復星，內欄第4至尊完美啊，進佔第5外邊係林寶精神啊，後多層啊嘛啦，內欄第6位啡色衫係考眼光啊，出邊有3叉戟啦，攞出去外邊啊，旋風傳奇就拱咗閃耀威龍出去啊，大外檔嘅星運笑着，偷入邊呢仲有隻始終如一啊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加州勇勝擠嚟咗第1個身位嘅，做好自己攞咗出嚟2踏，外邊追緊佢啦，咁啊再見到外邊冚上嚟噶嘛，最出係星運笑着啊，中間仲有旋風傳奇啊，外邊藍眼罩呢仲有隻閃耀威龍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星運笑着外邊冚上嚟嘅勢相當勁啊，入邊做好自己，中間旋風傳奇亦都打上嚟，接近終點，星運笑着外邊壓住咗中檔位置係旋風傳奇啊，做好自己第3、第4名係活力精神啊！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星運笑着咁啊，除咗自己本身隻馬打開勝利之門之外啦，何澤堯都相隔差唔多7個月嘅情況之下，咁啊終於都重開勝利之門啦！旋風傳奇中間第3呢就做好自己，第4名外邊活力精神。何澤堯、方嘉柏、星運笑着咁啊，打開季內勝利之門，跑第2名就旋風傳奇，做好自己第3，活力精神呢跑過第4。恭喜晒啦！真係搞盡腦汁，終於搞代到係啦啦，，終於交代到。活力精神過百倍跑第呢4。度都搞唔到啊！ 6號有4倍，63係398蚊 Q， 3重彩係。準備好，你一起步啊！佳運發一檔應聲彈出啊！中間嘅馬呢有辣得準啊，線路光華外邊啊勝多多啊！埋邊第5位呢有中國心啊，中間第6藍衫藍帽啊白路金剛啦，外邊呢紅白衫走上去有同有運啊，一路響出邊藍衫藍帽藍眼罩標誌極光啊！後呢個馬匹啦，後無來者啦，卓越善風啦，尾4左右啦，咁啊有63嗰隻超開心啦，後呢個馬匹啦先見到有型勇士常多笑啊！暫時殿後勁進奔騰啊！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佳運發就佔先嘅，勝多多外邊啊第2位啊，辣得準啊第3，內欄第4線路光華，外邊第5有同有運啦，中間第6位就係白路金剛啊，內欄白衫黑帽呢就係中國心，亦都要攞出嚟中檔噶啦，一路響外邊呢就標誌極光啊，後啲嘅馬先見到卓越善風啊，超開心嗰啲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佳運發埋邊鬥緊中間勝多多啊，咁啊中檔位置辣得準呢都開始推進噶啦，出邊上嚟噶嘛，有標誌極光啊，埋邊呢咁一路揾緊位呢，仲有隻白路金剛啊，最後100零米。辣得準透出咗，外邊標誌極光追，埋邊白路金剛亦都上緊，中間同有運接近終點第1名係辣得準啊，第2呢咁啊好接近喎，咁啊有埋邊數出嚟啦，好近嘅白路金剛，中間紅帽同有運，一路外邊啊係標誌極光嚟噶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辣得準拋嚟贏馬添，第2呢就埋邊白路金剛同出邊嗰隻標誌極光啊似乎高盤啲。咁啊，中間呢，紅帽嗰隻同有運當然都有份影相啦。開來日蔡約翰都有馬贏啊，辣得準啊！喺雨中之下呢，就贏出呢場賽事。2、3、4名啊好接近喎，姜成松松啊，標誌極光啦，入邊就白路金剛，中間仲有隻同有運要影相啊！白路金剛叫我4號落啡格啊，贏唔到，跑第2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噶嘛，內欄位置天下寵兒都快閘啊，外邊嘉應駿馬，中間可期2遇第4位黃衫黃帽就金鑽80啊，外邊呢有標誌多多啦，最出藍衫白帽就多彩多姿啦，馬林中間呢仲有隻魅力之福啊，內欄紫色心運籌帷額，中間仲有高感啊，出邊海南寶都放唔到啊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先嗰啲精明選擇凡凡有餘啊，後邊2匹分別係加州得力啊黃衫嘅，海船王者暫時貼欄殿後啊，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就嘉應駿馬埋到難放啊！外邊啊標誌多多第2位，天下寵兒守住內欄第3，可期2遇中間第4，外邊第5紫色眼罩呢，仲有多彩多姿啦，中檔位置金鑽80啦，攞出去外邊噶嘛，魅力之福高感啊！最出嗰邊仲有2隻啊，分別係海南寶、大外檔係加州得力啊！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嘉應駿馬仲係貼欄有優勢噶，標誌多多響中間追緊佢，後多層啊嘛，入邊係天下寵兒，外邊上咗少少魅力之福，出邊仲有高感大外檔海船王者上緊嚟啊！最後100零米，嘉應駿馬依然係佔先啊！高感開始攤着咗上嚟啊！中間魅力之風，出邊海船王者接近終點第1名，高感響中間
出邊追上嚟嘅馬呢，凱旋王者追好多㗎，第3名啦，魅力之福金鑽80入邊加應進馬，結果今場賽事高錦中間走甩咗少少先，外邊凱旋王者殺咗上嚟，咁啊至於第3名嘅馬啦，魅力之福中間入邊加應進馬，咁啊追上嚟黃衫藍眼罩，仲有一隻金鑽80啊！ 潘頓今日暫時第4 win， 高錦啊都係中外碟跑線嘅，跑第2名呢，最出嗰隻凱旋王者都追好多，3、4名要影緊相啊，就魅力之福同埋放。黃旗舉起。 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躍出㗎啦。和平波中間比較快嘅，埋邊健康愉快比上去啦。咁啊最出藍衫就舉步生風，中間粉紅眼罩第4位傑出漢子啊，攝咗配喎內欄第5黑衫呢就勁進輝煌啦。第6位但求開心啊響外邊喎，後邊嗰4匹馬啦，德心之譽米奇響尾3啊，尾二淺藍衫神虎龍區啊，暫時墊到6衫呢係潮州精神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健康愉快就貼欄放嘅，外邊舉步生風啊走咗上去第2喎，第3位嘅馬啦，埋邊黑衫嘅勁進輝煌，第4位出邊6衫嘅和平波啊，再後邊嗰 pair 啦，內欄呢第5位到啦，淺紫色衫德心之譽，外邊粉紅眼罩傑出漢子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到但求開心響尾4嘅，尾3係米奇啊，尾2呢就神虎龍區，暫時墊後仍然係6衫一隻潮州精神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健康愉快佔先少少，舉步生風啊響佢外邊啊，和平波中間上啦，入邊勁進輝煌啊！再見到外邊追嘅嘛，有呢隻咧粉紅眼罩嘅魅力漢子啦，出邊追但求開心啦，大外檔仲有隻神虎龍區啊！最後200米到啦，舉步生風透出啊，和平波追緊佢，但求開心亦都加入戰團外邊冚上嚟，潮州精神後邊追緊，接近終點啦，但求開心透出咗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，外邊潮州精神第3，和平波同埋邊嗰隻舉步生風需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。呢隻但求開心都係傷愈復出啦，咁啊直路上面走啦先，潮州精神呢，由個包尾位置追上嚟跑第2，第3和平波響中間，入邊呢係舉步生風啊！無偉傑馬房亦都打開咗今季嘅勝利之門啊！但求開心，班德禮執到個煎堆，跑第2名呢係潮州精神啊，3、4名好接近，似乎呢和平波嘅機會就高過入邊嘅舉步生風嘅。望落就係啦。 舉步生黃旗舉起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內欄位置係寶駿啦，中間有晒冷黑帽勁進先鋒，出邊燈膽將軍啊，最出橙色眼罩，仲有隻手到齊來啊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6位到咧就天星嚟嘅，外邊藍眼罩咧咁啊仲有老班精神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非凡達啦，好好飛啦，不羈啦，尾2係凱旋星，暫時墊後係自力更生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寶駿啊一馬當先放咗出嚟啦，跟住第2位係手到齊來啊，第3位嘅馬埋邊啊晒冷啦，出邊第4位黑衫黑帽勁進先鋒啊，第5橙衫呢就燈膽將軍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中檔嘅天星啦，出邊藍眼罩老班精神啊，等入邊嘅馬呢，仲有非凡達攞出去外邊追呢，就自力更生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寶駿埋邊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中間就手到齊來啊，響入邊啊晒冷啦，中間追啊就係呢個燈膽將軍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天星啊，最後200米燈膽將軍一搖落去啊，已經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㗎啦，天星外邊追咗上嚟，入邊仲個手到齊來，大外檔係自力更生，接近終點，咁啊潘頓第1日暫時5 win，燈膽將軍輕鬆贏啊，跑第2名係天星，第3呢，自力更生有冇機會過埋隻手到齊來就要影相啊！咁啊結果呢隻燈膽將軍都認真厲害啦，真係咬翻前少少，咁啊結果都掟甩啊！跨季孖寶黎超星馬房，咁啊又有馬贏咯。潘頓今日暫時5 win，黎超星馬房亦都起孖啦。咁啊，燈膽將軍初上3班都冇問題。天星跑到第跟咗2、3位，好再捉翻落去。第3呢 MC 啊， MC 自力更生真係追到啊！手到齊來跑第4，手到齊來都係 MC 騎嗰個。好好飛啊！第5馬。大熱 Q 啊，10搭11，3.9。
準備，黃旗舉起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咧，爭有少少慢咗啊！前面快嘅馬咧，埋邊嘉應巨星啦，中間數出去嘅馬有呢隻艾利奧12神將，同樣美麗啊！外邊呢，咁啊黃藍衫嗰隻咧就標誌星河嚟㗎啦。咁啊，大約跟住個第6位到啦，綠色衫啊太太精神，外邊啊壯志凌雲啊，內欄紅衫白帽幸運派彩啊，中檔紫色衫做魅力之遙啊，後邊5匹馬穿甲戰鷹正極東方飛影啊，尾二係堅闖，暫時殿後呢係爭友嚟嘅。好啦，轉香港體學院灣啊，前面放頭嘅馬咧原來係同樣美麗喎。跟住喺第2位外邊啊標誌星河啊，第3位埋邊呢，咁啊仲有12神將啦，第4位咁啊中檔位置艾利奧埋邊淺藍衫嘉應巨星啊，響外邊第6位紅衫白帽嘅壯志凌雲啊，後多層嘅馬啦攞咗出去喎，綠衫太太精神啊，內欄紅衫白帽幸運派彩啊，橙衫穿甲戰鷹都攞埋出去，後啲先有堅闖東方飛影正極包尾入直路係爭友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同樣美麗佔先少少嘅中檔追佢嘅馬就係標誌星河啦，外邊有壯志凌雲啦，外邊追仲有太太精神啊，入邊上緊嚟嘅馬仲有隻嘉應巨星啊，最出嚟穿甲戰鷹啊，最後200米都同樣美麗依然係佔先嘅標誌星河追佢唔到喎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嘉應巨星上緊，外邊上嚟仲有太太精神接近終點，同樣美麗贏啊，跑第2名係嘉應巨星啊，第3名外邊太太精神，至於跑第4名嘅馬呢，出邊追上嚟有穿甲戰鷹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同樣美麗改變咗跑法喎，擺咗喺前面都到啦。嘉應巨星都追翻個第2啊，第3名係太太精神，第4名出邊穿甲戰鷹。跨季孖寶係同樣美麗啊！埋門啡格一放到尾，全日得佢一隻放到啫。跑第2名嘉應巨星，太太精神第3，第4名好接近啊，中間就壯志凌雲同埋出邊穿甲戰鷹要影相。哇！單日轉2個比賽放鬥贏啊！